金秀賢深陷醜聞風暴，記者會痛哭否認指控，提告求償120億韓元。2025年4月1日，記者會聲淚俱下，堅稱未與未成年交往。南韓頂流演員金秀賢因涉及與已故女星金賽綸2000年出生的未成年交往爭議，神隱21天後，於3月31日召開記者會，首度公開回應。他身穿黑色西裝現身，全程未開放媒體提問，僅透過聲明強調從未在金賽綸未成年時與其交往，僅承認兩人成年後曾短暫交往1年。過程中他數度哽咽落淚，並多次鞠躬致歉，稱自己因擔心影響作品裏之女王團隊而選擇隱瞞戀情，但否認逼債導致女方輕生，直言若要我承認不實之事，我無法接受。法律行動全面展開，法院受理高額索賠案。金秀賢的律師於記者會後宣布，已正式向首爾中央地方法院提告金賽綸家屬、自稱阿姨的不明人士，以及 YouTube 頻道橫樹研究所，指控其散布虛假對話記錄與不實指控，並要求120億韓元，約2.7億新台幣的損害賠償。法院證實已受理此案，由於金額超過5億韓元，將由3名法官組成合議庭審理。律師強調，已提交對話記錄的鑑定報告，證明部分證據遭偽造。橫樹研究所強勢反擊公開未成年交往新證據。面對金秀賢提告，橫樹研究所當日晚間再度公開多段影片與照片，包括2018年金賽綸高中時期與金秀賢共飲燒酒、親密用餐的畫面，以及金秀賢拍攝女方在床上熟睡的照片。主持人金世義質疑，若未交往，為何當兵期間休假還與未成年深夜見面？更公開金秀賢服役時寫給金賽綸的信件，直指兩人關係早於女方成年前已開始。品牌與公眾形象重創演藝事業全面停擺，此風波已重創金秀賢的演藝事業。原定來台行程取消，多個代言品牌緊急切割，包括意大利奢侈品牌 Prada， 其代言僅3個月便因醜聞翻車。網友翻出 Prada 歷年代言人屢陷醜聞的魔咒，戲稱眼淚 Prada 的調。此外，金秀賢主演的淚之女王雖創下 TVN 收視紀錄，但爭議爆發後，其 IG 粉絲數2天內暴跌20萬，廣告與戲約全面停擺。輿論兩極分化，公眾質疑公關操作。記者會後，韓國輿論反應兩極，部分網友認為金秀賢鱷魚的眼淚是公關手段，質疑其妝容完好，台詞背誦痕跡明顯，嘲諷為來自假惺惺的你。亦有粉絲支持其法律維權。台灣網友則聚焦其邊哭邊喝水的細節，戲稱以為在看演技教學。未來動向待觀察，演藝生涯面臨考驗。金秀賢原定8月出演迪士尼家號劇集《山寨人生》，目前製作方尚未表態是否換角。其經紀公司 Gold Medalist 強調將靜待司法結果，並規劃低調復出。然而，隨着更多證據陸續曝光，金秀賢能否挽回公眾信任，仍是未知數。事件背景回顧：金賽綸於2024年2月輕生離世，其家屬指控金秀賢在女方15歲時交往，並於2022年酒駕事件中代戰7億韓元賠償金，後因追債導致女方壓力過大。金秀賢方則反駁指控不實，強調絕無脅迫行為。此案將持續受到國際關注，後續司法進展與輿論風向，勢必牽動金秀賢的演藝生涯與品牌合作命運。